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讲，哎对，国军，哎啦，什么客上济？什么客啊？珍珠客。我讲你遇上珍珠客咧，啊，唔是哦，啊，还有什么客？观光客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外口诶，真正即马观光客上济，尤其是大陆客。哦，自从安尼开三通哦，三通啊，哇，即马足地来呢。你敢若去树林夜市啊，就知。游览车拢客满，所以哦，拢伫遐咧食遐什么夜市啊，食小猪啊，蚵仔煎啊，鱿鱼羹有诶无诶，哦，够济啦。食的客满啦，饭店嘛拢客满啦。咱即摆要出去佚佗，你也无提早较早订，无房间通困呢。哦，哇，咱嘛会去做观光客嘛。我上头要去拄着人甲我强迫推销。哎呦。 嘿啊，明明无想要买，就讲啊，小姐，啊你来到国外买一个啦，啊恁台湾人也毋是无钱啊，啊但是买当然都无下用哦。那讲到钱哦，大陆客即马钱足济。哦，真的哦。嚯，伊就有一间野仔店啦，喺大陆客就入去啊。是。 看到遐个野仔拢足介意的，哦安啦，就问迄个店员，老板在不在啊？老板，老板在啊，那请他下来哦。那个叫的，老板来了，老板，你整间店我就买下来了。啊，规间店拢甲买起哦，真正足好个。哦，哎呀，堂堂你讲迄个强迫推销，我都有捌拄着啊。啊，咱莫搁推销，咱先来看咱厝边的地局。请。 遐济啦，囡仔人问遐济要创，去困，较早去困，明仔载搁读书。我甲你讲，搁食阿姑豆腐啊啦。好啦，我来困啦。啊，希望迄对面的你姐会较紧找到好的对象，啊会用吼，害咱才搁较闹热的哦。去困啦。好啦，晚安。哎，对，哎对啊，我当作你是伫咧未来大嫂遐咧过暝咧。但你是想按倒去啦？ 我是出去装钱啦，装钱？系啊，迄聘金要500万呢，我要落遐济钱啦。多啊诶！啊，你毋是讲银行你安尼存袂少诶？我存的遐钱啊，拢摕买厝啦。啊，这摆存也无偌济啊啦，爱500万吼，会聘金做场面呢。我即摆无，暂时要安怎就好啦。啊，你银行是偌济啊？存偌济？即摆差不多。 50万尔啦，50尔，啊嘛还欠450。好，姐啊，你也有无？是借我有是有啦，啊，不过现金嘛无遐济啊。啊，得，这是要安怎就好啦。啊，已经答应人讲要摕500万出来，啊，这摆摕袂出来，人已足生气的。啊对，我甲你讲，啊若钱的部分哦，我替你解决啦。 啊！那这500万哦，我替你做。有影哦。哦，姐啊，搞走。搞早，早等了传好啊，给你姐姐哈。哎呦，姐啊，今日什么日子，心花开哦，搁会哪做事哪唱山歌啊。 那是一定要的啦！你无听人讲哦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当然我欢喜呀。哎呦，啊你是咧爽头壳一壳的哟！但你做媒人婆，暗时你要嫁人啊？但你即摆是咧爽啥啦？你嘛很奇怪。我头一遍做媒人婆安尼，想袂到这尔顺势。
迄真歹讲哦。你无听人伫咧讲天有不测的风云，人有胆识的祸福。我咧讲，迄订婚哦，伊那若还未转来，迄拢有变化，迄也无一定会成功的啦。这，咱来乌阿喙，阿切水，那迄金虎啊吼，甲淑慧啊，两个是安尼遮尔啊相意爱，而且人因咧丈母嘛，足好参详的呢，拢也无啥物要求啊，所以我相信订婚的时阵一定会一帆风顺。高早，高早，起啊高早，哦，恁家爹安尼透早就伫遐开讲啊。是啊，你透早来是毋是？你甲阮姊也参详金华婚姻大事啊？足巧你，我来就是要讲阮迄黄太大的婚姻大事啦。啊，当该笑的、该谈的、该讲的，都拢讲完了，是要搁讲啥？啊，就因为吼，关落迄500万的聘金的代志啦。啊，因为阮换遮大的金华，伊讲吼，安尼轻轻的，才50万尔啦。啊，就还佫欠400外万的，450万。啊，我是讲吼，我遐轻轻的吼嘛无够，来找你吼，小参详的，啊，你钱借一下，啊，小周转一下。无可能。我未讲完，你就讲，你就讲无可能。咱迄钱敢若摕出来，啊，互看一下，啊，咱就搁随收转来。这啊，你惊啥物？你啥？你安尼落车头拢无探听咧哈？阮姊个外号做钱锁啊咧。我咧讲啦，别项的好讲吼，钱的莫讲。哦。伊有一句名言，感情好甲死，金钱的莫提起。我甲你讲啦。你若要甲阮姐摕钱哦，你用大点仔棍甲压咧哦，伊嘛是无可能摕出来。天啊，你免烦恼啦，那你也毋是毋知啊，迄金虎因迄丈母嘛吼是遮尔好参详的人啊，对毋对？啊是讲，若有啥物代志吼，就照实甲讲。因丈母绝对袂互迄个金虎歹做人。无咯，这是民主问题啊！啊，迄当阵咱大家当面就讲好势吼，500万无问题。啊，即摆才甲讲无，迄闹鬼死呢！啊啦，民主问题吼。系啊。我甲你讲，民主一件是大家偌济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你若爱民主吼，你就安尼吼，像迄个大陆迄个啥物标迄个，迄安尼摕啊几十个当到倒顶，吼，安尼起起来，敢若枪位啊咧，迄偌青呀，偌好看咧，偌超潮咧。啊，无你摕迄个500万，你用做啥啊？又迄敢会看靠你哦？你小拜托的。即摆着你想办法，你讲这个问题，你即摆搁说话倒遐去？哦。有诶无诶，有影实在。好啦，莫生气啦！啊，你着照实去甲金虎啊讲啊，叫伊讲吼，钱若无够吼，就莫勉强。啊无安尼啦，伊若真是讲吼歹势，啊毋敢甲因丈母嘛讲吼，我这个媒人部啊出面来讲。无咯，若钱诶问题，安尼啦，我来解决。啊，你莫多加出了问题，有诶无？我即嘛吼，请教你，啊，我来甲你问一下。你钱敢有想要借啊？唔借。像来讲，迄个金虎啊，伊迄个蜜月旅行的时阵来住恁家，你这摊你也无要谈。袂好谈。我最后搁问你一摆，你要借唔借？唔借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啊，两只鱼搁咧烧搭啊，搁咧搭啊。啊！我看阮姊啊，甲妻仔两个安尼哦，为着骗金的代志，都咧使我照甲，阮日子又搁歹过啊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但是你咧叫我知这公遐看迄甲我叫下个咧，啊滚，我唔知你军队倒呀，啥，我唔知你咧叫我有啥代志？有哦，你要去办代志吼，你还惊到这凶公着？啊，都好，阮姊啊啦，叫我去菜市仔买菜啦，搁带你去公所摕资料啦，带你去电信局拿电话钱啦，搁带你去阿水即卖遐摕花仔单啦，搁带你后尾我金行买钉仔啦，搁带你买米啦、买油啦、买盐啦、买鸡卵、买卫生纸啦。哦，啊你的代志遮尔多。啊，若是讲我想要招你来恁家比啊，看
看电影散步，你唔都无时间。嘿，无可能无时间啦！我你讲，迄代志遐济吼，留咧明仔载才做，迄工课袂去用偷做。真的哦。啉茶较重要。安尼吼，好，安尼对我来。带路。好，只要行。大有事啦。来，阿公哥哥。喂。这是阮阿舅的私房茶吼，来你啉看卖。哎呦，西家茶哦。哦，香啊！啊，甘甜好润喉。哦，美味しい美味しい，这泡茶赞。赞吼！来，啊，只有糖啊啦、果子啦、饼，你食看卖，你若无介，我过来买。免啦！你传来物件，我拢嘛介意。啊，真的哦，只要是我替你传的，你拢会介意哦。等，搞唔是安尼，等我这个岁数啊，若迄个姑娘啊对我好吼，啊我欢喜都袂有烦恼，你看你搁共拒绝啦，所以你由我传来代志哦，我拢足欢喜的啦。啊，若讲吼，我有代志啊，想要请你甲我斗相共，你敢袂答？这啊，讲来听看卖。哥哥，你嘛知影讲吼，迄阮阿舅参金福伯也是捌字的嘛，对无？啊，伊最近啊，为着金福伯的婚事吼，啊要替伊装这个聘金吼，安尼装甲安尼足辛苦的。啊，我希望讲吼，你会当甲阮阿舅啊，佮有金福伯斗相共。莫是我，较困，等下我有事。我就知哦，人讲哦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。哎呦，无代无志对我遐好，搁请我来恁兜咧啉茶，我就知影有企图的。嘿，好啊啦，钱啊，你好出来免米啊。阿姑。我甲你讲，即嘛是阮堂堂甲你开嘴，我也无甲你开嘴哦。呢，我甲你讲啊，你这做少多杀人，你这人足卑鄙啊，你知无？你叫堂堂用迄个美人计，啊要来甲我引诱。安尼我钱就借你啊！喂，我当时讲迄个王堂堂甲你引诱，这是你做好事呢，做善事啊！咱有迄个能力，是哪无爱共斗相共？对啊，阿公哥哥，啊你若既然有方便，你就甲阮阿舅甲金福伯斗相共，你也无食亏啊做善事呢。对啦。伊是讲哦，钱啊，啊你是啊要对金毛遐好？啊，这啥毋知的代志是安尼，顶摆我要开民宿的时阵，迄阵我资金无够。阮这结拜大个，小天呢？问题我阵咱钱都借我，我嘛才会当开成功。啊，这款的份钱我一定爱回报，对无？哎呦，钱啊，是要教你是咧重情重义重分味，我当然是重分味，重伦理的人。哦，你这个个性我欣赏，安尼好，欠偌济？总共是450万。啊，毋过我遐轻轻的哦，有330万，啊，搁欠120万。120万尔，简单啦。啊，毋过我钱拢寄伫阮姊个遐，甲金铺啊，因仔拢伊咧保管了。简单啦，啊，讲规堆嘛是白讲的，都无钱啊。这你话袂使安尼讲啊，我遐搁有西徛钱了。哈？哦，阿公哥哥，喂，西徛钱这么济哦？你个哪里才知？跟我煮的。啊那咧，你是要甲阮斗相共啊？看你的面子啦，我答应你啦。安尼真正是。毋过吼，我有哪有条件？你甲恁姊啊拢共款的。无论拜托你什么代志，你嘛是个条件。好，做你讲啦。我你讲吼，钱啊，你吼袂使拒绝阮两个往来。吼，搁续哩，我若要约伊出来吼，你袂使讲不要。搁续哩吼，你袂使限制伊的行动，安尼好啊？哦，你120万尔，哪会遐好用啊咧？但是我甲你讲，我是伊阿舅，伊的安全我当然爱甲关心着。当然咯，但是我也毋是歹人啊，也袂做歹代志，这你放心啦。毋过你若确实有要做什么吼，无请正当的代志，一定要代请我知。当然，你啦，我正人君子啦，我会风度好，我袂学别来啦。上好。迄落糖哦，到时我来要约你出来，你袂使甲我拒绝咯。若只要我有时间，我都袂甲你拒绝。好啊，你就尽量拨时间了。没问题啊。恁两个控味阁足歹，你住喺厝啊，堂堂也住喺厝。也毋过我甲你讲，安怎？这个120万一定要提出来共斗相共，知无？无问题，no trouble。
你无叫金毛请？无啦，阮若去阮店里无人顾，袂使啦。哟，咱两个共款的运命吼。通归去安尼啦，你店关起来，我店嘛关起来，咱来去看电影、啉咖啡、食宵夜。我甲你讲，咱电影看煞的时阵哦，因两个搁还袂倒来咧。我唔敢，我也是做我的工课，无阮阿舅若知甲我骂哦。吼，你有够无胆呢？我无胆，你嘛共款啦。啥物人唔知影这你就足赤，你等你做工课啦，等你来看电影。当然啊，你乖，你啥物啊，哪会遮紧就倒来？哎呦，亲就讲哦，订后甲办婚礼迄天呢，才办甲澎湃，啊，惊订婚难领嘛吼，啊，两个啊在凊彩食食就好啊，洗完就倒来啊。是讲我感觉今日气氛敢若无啥对咧。是倒位都无啥对。啊，人个男女主角凊彩穿穿，啊，恁两个男女配角，哦，一个穿西装裤结花，一个穿红线装裤结花，即摆敢若袂输恁两个要订婚呢？是安尼啦，我小辉哦，为着欠一寡钱吼，所以唔知凊彩穿穿个咧。嘿啦，莫伤浪费，啊，工钱欠落来啊，啊，订婚凊彩穿穿个就好啊，我含叫看欢喜就好啊。好，你大有听无？你听讲，阮大个吼，会当着上下的小妹啊，真正实在吼。高顾家搁贤惠，娶落伊真正是你的福气啦。对啦，好啦，啊，今日我咧忝啊，今日要休困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无先来休困啦。食好食好。这个姑，啊，你钱有摕倒来无？哦，你讲遐，啊，迄落即摆伫咧亲戚朋友面头前哦，迄人拢还袂走啊，等甲因遐走吼，钱就该遐钱算来。摕倒来哦。会啦会啦。哦，子耀伟。喂。哦，你今日穿安尼真水呢。你真正足袂得姐啊听咧。啊？你意思是讲姐啊平常时啊拢无水？哦，啊若平常时啊有水无水吼，爱问伊讲推啊才会知啦。肉水赞。我要进去了。哎呦，我也歹势了。我也要进去了。等你。喂。哦，要算要看手相。你的手相讲真诶，魂吼真简单，无啥物烦恼。食饭卡中啦，啊你这个魂较深，这手魂较深，表示你吼较重感情。啊，毋过你这个感情足乱。哦，我真正有命，互你说甲无命的，莫假，我钱还我。啊啦，即摆钱就摆伫迄亲戚朋友面头前，都还袂摕回来，摕回来我就自然互你啦。嘿，是啊，我甲你讲哦，迄钱哦对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你爱知才好呢。我知啦，但是你紧张啥？你才120万，我330万，我都无你紧张，你叫紧张啥啦？哈，嘿，迄钱啊话袂使你讲呢。迄120万是我安尼哦，辛辛苦苦、求求欠欠安尼硬积，这3件字才积落，袂使叫我拍去。喂，你唔免紧张啦，遐钱我绝对会赢你啦，袂拍无去。恁莫搁讲钱啊，好无？你讲什么话？迄钱上重要呢。你袂听讲亲兄弟明算账？对啦，啊你120万尔，对无？我330万，我无你紧张，你紧张啥个？喂，迄话袂使安尼讲呢。我咧讲的，迄我120万是安尼辛辛苦苦、求求欠欠、硬积，这3件才计算。你袂使甲我拍单，袂使要拍起价，我跟你讲哦。这我知啦。啊，好，恁继续讲，我先入来。我知影讲你的120万吼，是你安尼勤俭，你的使家钱，这我知啊，这恁姊也唔知嘛。你话唔知啊？像恁这个去安尼顶面啊办了啦。有够赞的，迄500万啊，你现金排起来，哦，真正足面子的啦。哎呀，迄哪有算啥？迄我若莫讲钱去，阮姊安尼管甲安咱，我规个拢总领出来，拢总借你。嚯，摆出来，迄张面孔偌赞的。我甲你银行的迄落钱拢领出来借因好无？好啦，你若领出来，阮就免遐委屈，搁咧装钱搁。气氛敢若讲无讲偌好呢。唔免你讲，我嘛感觉风台要来啊。回去。不要。回去。人家不要。回去。好啦，好对打面我会回去。啊，你要说不要。回去。好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
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日天天开心要讲的俗语呢，叫做泉空透水窟啦。这句俗语我都冇听过呢。什么意思哈？啊，伊的意思是讲内神通外鬼的意思啦。泉空透水窟，就内神通外鬼。哎呀，你看迄个泉水一直头到对水窟去，你看啊，迄个回水不入万年田的感觉哦。是。这就是讲吼。 股票的分析师有啊，伊有当咱伫电视咧讲，哦，这个股票起偌悬，拄偌悬吼，其实有会套好的啦。啊，你就股份是我的。啊，你就甲买落了，哇，一直落甲稀咧。这个你讲到股票，我就真伤心。伤到你心肝。哎呀，我一个好朋友就甲我报一支股票，讲这个我若内幕的啊。哦，是消息牌。哦，消息牌，我偌赞的，拄偌赞。讲即马这支10几块，13、14块，伊会直直爬到17、18块。哎，袂歹啊！我想哎，若一张赚30块嘛。哇，你赞啊！我就甲买呢。 买落啊咯！哇，我若买袂少呢。哇，我逐工甲看，逐工看那拢青，青到那个5块，我赶紧卖掉。哎呦，哦，无真正的动作不要做大，我无记代志。免怨叹啦，哎，家己的名，你要怪啥？是安怎讲过个名？啊，你的名长青嘛，长青。青变变，面是青顺顺啊。我啊，吼，甲股份股票拢绝缘，就不会长期。哦，哎，名爱改无？改名。我你改长虹好啦，逐工都红记记啊，足红的啊，迄嘛袂歹的。买物件时阵，就是真正爱注意啦。有的人就是，比如讲，哦，我是导游啊，啊，甲这个特好啊，商家特好啊，来物件买拢无啥共。哎呀，就这样呢，内心通偌贵吼。对啦，啊，咻一个30分钟就过去啊，又搁要跟恁讲再会咯。哎，咱今日天天开心咧，要奉劝咱观众朋友买物件做生意，千万唔通一康轻。 今夜雨绵绵，孤单心稀微，想起你我甜蜜的过去，窗外的雨水是我的情泪，思念的歌不停诉爱悲，一粒心。 永远袂平静，才知爱你这呢深。